好，今天节目先来给大家播歌，现在节目开始，都来一首流浪的马车，来邀请全国好朋友共同欣赏收听，谢谢。谢谢大家。流浪的马车，哎呀，走来走去，拍拍走的呢。轻松，为着前途，对啊对啊，为着幸福，为着将来甲理想，所以讲爱奔波啦，爱奔波吼，爱奔波，哦，爱走外找口。前途。哎呀，是啊，来，哇，线顶哦，侪观众朋友拢种上线哦，吼，来，甲恁感谢一下哈，感谢恁每一天准时甲咱收看。来，这是咱的坤心哥哥，哇，木火大哥你好哦，哈，咱的方正大哥、雪毛大哥，谢谢。哎，秀莲姐啊，秀莲大哥、顺天哥哥、爱珠姐啊，尤大哥尤大嫂哈，感谢文玲、博奇大哥、玉轩、宏源的文良大哥，好，还有个咱的陈大哥哦，吼，住伫高雄的前镇区的哈，小港的洪大哥，你嘛好，古大姐啊，这丽婷。啊，搁有哦，张简大姐，谢谢芙蓉姐，感谢哦，秀兰啊姐，
感谢哈，恁的默默的捧花声，搁咱这个剑山哥哥新朋友哦，42456，谢谢非常欢迎哦。大家收看丰富的约会义达花歌声。那每一天吼开播的时阵，我感觉咱拢足快乐，嘛感觉讲阮两个足幸福。大家节目一个开始的时阵，有遮侪咱时大咧在甲咱做陪伴呢。对。哦，有一点爱甲恁提醒者，即马天气真正是热来啊！天气若反热的时阵，哇，这有的时大讲说，哦，我若出门的时阵呐，哎哟，迄乌蚊啊足多啦。咱吼甲咱这时大讲吼，对，你想讲吼？咱会像讲拜六礼拜啊，想讲出去外口爱去行咧，山区嘛好啊，甚至我咧讲哦，家己的厝面前啊，伫咧安尼有一寡花圃啊，你拈花惹草的时阵，哦，迄蚊虫都有够济啊，拢总走出来啊哈！今仔日我为着要摕一件物件，我伫楼骹花圃啊，啊摕物件甲迄车门先开对无？哦，啊物件甲藏好的时阵，才关开，车开行的时阵，你敢知影？两只蠓，足大只的啦！哦，一条我叫伊讲一下两只虫，无啦，酷气。迄两只吼，迄一抓就人讲三班家文迄种诶。哎哟，迄顶着外揪外疼咧。伊吼，咱咧开车，啊，拄安滚对安尼吼，啊，拄为咧大小腿、大腿踮遐度，害嘛害袂走，拍阁拍袂着呢。到我咧讲，到位的时阵吼，你敢知顶几无？顶6毛，两只，我讲吼，迄蠓有法度甲你食甲吼，全肥甲吼，肥甲安尼全咧，尻川尾遐单全水吼，会链伫边仔呢，伊飞袂歹是用跳的，啊鸟的迄足上的，食伤饱。来，我咧讲的食伤饱，真正飞袂行。老师啊，即句真定。你捌看过迄吼？迄暗时啊，你咧困的时阵吼，迄蠓啊食甲伤肥，去互你安怎？你变身的时阵吼。地死去无？地死，都飞袂行。倒伫迄个吼镜头边仔咧。对。啊，蠓啦定着的时阵吼，伫遐啥？伫遐像这个吼，这个伏地，这叫做啥？伏虎前进啊！袂惊，十惊都袂惊，用白就对了。来，讲到这吼，其实毋是干那即种蠓啊尔，乌蠓尔吼，甚至迄小黑蚊。咱在山区，像阮这个山骹吼，百果山这个咱这个远水路一带，其实已经拢总有小黑蚊啊。小黑蚊、乌金光，水滴滴啊只尔，看袂着，但是伊若甲你叮落去的时阵吼，无感觉，但是伊若食饱开的时阵，反大只吼，你都看到啊。啊，袂赴啊，伊迄一届来吼，毋是我拄则讲的一只两只，伊迄是敢若袂输安怎？规定的，空袭的你知影？是，一届全来。规定来种个，好，规双脚像红豆冰，等下你去知的时阵吼，飞嘛飞袂离啊。定毋知，啊，即摆知了后，看到是咧摇身吼，特别精，好啊，愈摇愈煞精。来，我讲啊，先摇就了会支持来啦。咱这时代吼，尤其是咱的皮肤的皮较薄，你若去定着了，拢会红啊、肿啊、上足久的，甚至有了甲破皮这啊吼，会记咧。芳龄特别要甲恁提醒哦，厝内底吼万灵松，咱的万灵松一定爱用的哦，一定爱出。我咧讲吼，我是安尼啦，好佳在我车底有放一罐，我到位的时阵吼，好，我2个偌大个的呢。骹手尾个我咧讲吼，我全因为蠓啊拍袂着啊，我较紧来，我全较紧甲锁的了后，因为伊等下袂搁甲我定啊，无打紧呢，伊锁落了，伊就马上退红。哦，那咱即种吼，这万灵松你就知影，内底配方真正有够厉害啦。佮而且防止着这蚊啊、呼神加抓吼，来这先可能。咱讲蚊啊就好啦，吼，哎，若出外的时阵吼，足济这蚊啊吼，你就尤其是你若无出门的时阵，你无炸这防蚊液啊，你会记咧，即罐万灵松你甲炸咧，吼，像芳龄讲的安尼一大盒，吼，啊你伫手甲敷的了，安尼哦吼。你甚至头毛这个所在，吼安尼，啊，甲背，水性的微点啊，我咧讲哦，你即马吼骹，包括骹盘的所在，拢总甲背的时阵，伊会当当做防蚊液来使用。是。哦，啊，你若是讲去定着了后，现热现退红，抑佫有一项佫足厉害，这是咱所有阿姐拢真知影的吼，靠着弄着乌青银花，你摕来甲当做迄叫做啥物啊？啊，人讲的啊，迄。
拳头药啊，嘿，酸痛药膏来甲抹。吼，你做你甲推。动作有色艺我术。你讲哦，因为真侪时代讲啊，芳玲啊，我都安尼会酸痛，会靠有去靠着啊，会酸痛对无？有的人袂当打药包，是，这是有足侪咱遮时代年纪大一点的，回家补，伊会配补，补到吼，你拢这样咧补啊，配得咱扭开。我咧讲亲哦像肉，纸这同款大哥，如果你的皮若遮补的时阵，我甲你交代是。搁较好的大补，你拢袂使打对。打落了后，你若拆开，无细力拆了伤大是下，拢总会去伤着你的。残皮煞流起来。对迄就是啥？类固醇啊，脂条这食少，伤过就是济。你我口条安尼吼，哦，拢总袂说猪肚丸共款安尼，乌青牛有啊无？对，这个时阵呢，你着用着这个。用抹就好啊，对用抹吼，啊用到咱体红咱会当豆豆推啦吼，伫遮呢，哦，下早去互迄个网甲顶6步的时阵吼，感受足深的，好佳在真正有放即罐伫车底，哦，我车底拢会放哦，厝内底嘛会放，公司嘛拢有放吼，迄个现抹落去了后，哎呦，我都感觉到一丝啊尔，差不多较无2分钟久，我咧讲吼。迄个上的所在都退掉去啊！是啊，所以讲伫遮甲咱观众朋友来做分享哦，厝内底啦，万灵松一定爱甲放的哦嘿！来，谢谢，感谢咱的盛吉大哥，今晚要来进行咱的头一阶段咯，头一阶段来点歌啦，第一首《一缕相思情》。过去对我多少爱恋，如今已相隔那么远。来，第二首哦，《雨水我问你》。又搁是落雨的暗暝，雨水泼袂心我目酸苦味。好来，搁刷了第三首《无你较快活》。想一个情结束也好啦，假也看你一日一个伴。好来哦，第四首哈，这首是我是行船人。红色的灯火，点在船顶时。好来哦，第五首再会感一杯。再会啦，再会，心爱的何必心难过？暂时莫讲伤心话，惜别的酒干一杯。好来，哇，谢谢咱的22877新朋友拍碰啊哈！来，继续安排这首上的这首《尊上的男儿》。月色凄凄，看到船顶摇来摇去，海风虽然吹，会着阮无聊的三季。尊上的男儿。来，以上6首歌曲，即马准备跟咱观众朋友来做互动啊！卡咱头前的专线来8326-317。8326-317。哎，中华管区的广播管区加一个酷数就可以啊哈！那这首歌曲，头一首《一缕相思情》，雨水我问你；第三首《无你较快活》，第四首《我是行船人》，再会看一杯，上尾这首《尊上的男儿》。以上8326-317，8326-317哦，准备卡电话。吃泡山边，在阮犹
刷。喂，叶大姐。喂，叶大姐你好。你好。哦，来哦，今天要听到一首。点歌的时刻。第一首。第一首《一缕相思情》。好，搁要第二首无？第一首。好，我有听到呢。好，好，谢谢啊哈。好，伊要点一首尔啦哈。来，国语的。民歌大哥。嘿，要听到一首。我点第四首甲第六首。第六首啊，哦好哦。第四甲第六好，谢谢。平安哈，谢谢。跟六。哎，坤星哥哥。刘大哥你好。真正是忠实的啦哈，要听到一首哈。你较大声咧。靠运气。来哦。我听祝福你。第四你爱首。互伊讲完啦，你安尼都踏掉了，我嘛听无啊。四4甲5吼，好来哦，嘿嘿，好来。 4甲5，好来。哦，谢谢，感谢咱坤星哥哥哦哈，好，谢谢谢谢。来，观众朋友会记咧，像咱坤星哥哥吼，我嘛足感谢伊的，真感恩吼。无论是节目伫咧进行，也是讲吼产品的部分拢总甲咱用吼，但是哥哥，你会记咧吼，你声口较摇摇。 啊！你会记得，若上线了后，一定爱较我电话筒的，安尼阮才有听。平常时啊，无阮有当时啊吼，咧听的时阵足食力的，毋是干那阮听食力尔。咱电视机前，咱足侪咱观众朋友，同齐伫咧做节目啊，同齐伫咧看啊，对无？伊嘛听无啦，好无？啊，所以讲你会记得上线的时阵打我哦，嘿，谢谢。哎，你好，顺天哥哥。两位主持人下午好。嗨。我要听第四首甲第。 好，没问题。好，谢谢，感谢哈。来，康康。大家好，我是康康。是。江林老师帮你的大家好。好。第三首。伯利卡昆音话，谢谢，感恩，好，拜拜。谢谢。来，陈妈妈。喂，婉婷，婉婷，你打不了，我是假土囊。拜拜。好，谢谢。哎，你好。 哎，哇，简大姐，1跟2哦，嘿，好哦，没问题哦哈，好，谢谢，这是咱简大姐，谢谢，感谢，哎你好，而且2号跟3号，2跟3，好，这是咱张小姐啦哈，对，好，谢谢，感谢好，来，米子姐姐你好，你好，我点那个1加5。 1加5，好好，我下台哈，哦，谢谢，大家准时收看哈，哎你好。 喂，喂，你好。哎呦，阿姐，你新朋友呢？欢迎你。嘿，来欢迎哦哈。芳玲吗？嘿，对。你要听倒一首？是1号跟6号。好，1号跟6号。好哦，咱住台中吼。对。好好，啊，要怎称呼你？贵姓？要怎称呼？哎，对。贵姓。来，我讲得好哈。来，大姐，你几岁哈？ 钟大姐哦，吼，好，住台中啦，吼，啊，好，安尼我来写开哈，我写开哈，来，这钟大姐吼，因为伊是新朋友，所以讲呢，我一定要甲你问一下名咧，吼，啊，另怎你若上船时，我就免甲你问啊，吼，你像这剑山哥哥老朋了，来，剑山大哥你好，你好，来，剑山大哥，一缕相思情，一缕相思情。 我咱过来饮一杯啦。好，再会干一杯哈。好1跟5，好，没问题。好，谢谢。好来，今日阮的运动哥哥今仔无开，迄运动哥哥吼上喜迄个单一龙的歌曲。是。哦，单一龙的歌吼，几乎因每一首拢总安怎，你叫伊唱，伊嘛拢唱得出来哈。好，谢谢你们了哈。先来安排一首。一缕相思情吼，这个歌好听诶。 这吼，台语的经典歌曲。台语。国语的英吼，英。我是讲，这首你要叫我唱台语，我嘛袂晓唱呢。好，好来，谢谢哈。这首《一缕相思情》啊，是咱叶大姐、简大姐、哦，米子姐姐，跟咱新朋友钟大姐，吼，咱的剑山哥哥哦，哈，来哦，喂，你好。好来，好，安尼先落歌来。
一缕相思情啊。好，谢谢。因为一般啊，在咧讲出一缕啊，一缕的这个青烟呐，啊，都美术跟他讲一个就这个车魂共款安尼来形容着这个歌一拍，对，一拍啊，但是这个魂哦，讲一缕一缕安尼，一团安尼意思就对啦。哦，是哈，好来。感谢咱，线顶咱这个盛吉大哥、木火大哥，来，当个你好，金山哥哥哈，简大姐你好，明杰大哥、志清大哥哈，古大姐阿姐、顺天哥哥，哦，昌雄大哥上线了哈，谢谢曾大姐，哎，感谢素人姐哈，感谢水章大哥、坤勋哥哥、吴明忠哥哥，你好哦，哈，哎，咱来吴明忠哥哥哈，对小妹咧唱歌拢真个咱啊，是啊。给你加油，给你鼓励。伊讲你啦，嘿，雄听袂歹听，是，嘿啊，还有真大进步空间。谢谢大家了哈！来，咱即摆赶紧来速速进行第二阶段，准备互咱观众朋友来听歌，又歌名，哎，好嘞，送互恁哦。嘿，今仔下早啊，我再去咱即个社头小档的遐尔哦。那小档的若讲到伊即组吼，我今仔要送你这护士啊，哈，伊家己讲叫做芳玲姐。我甲你讲啦，伊即摆来到第3代啦，还第3代，因阿公、因阿爸，即摆伊第3代啊，阮咧小档是第3代少年人俩，30几囡仔。来导播。我咧讲哦，伊讲吼，芳玲姐，我咧讲，阮这已经打造第5代的石墨烯啊哈，来远红外线的吼，超能量的，嘿，我咧讲，这个安尼甲咱安尼甲清落去的时阵，吼。这甲你做支撑无担紧吼，20分钟久内底伊会当安怎？因为搭着咱身躯来讲，会启动咱的自体循环，互你循环更较好。吼，啊，伊的支撑力呢，来到第4代、第5代的时阵吼，伊支撑力更较强。内底拢用迄透气纱，所以讲吼，透气纱啦，所以讲咱若热天伫咧穿的时阵，后边那个护膝把它显示出来。哎，来，伊若讲吼，这较穿的时阵啊，吼，伊的透气性就好。啊，伊袂讲做，因为热天转啊，翕咧流汗，啊内底有80%的石墨烯伫咧吼，吸湿排汗，是360度立体的保护结构，就是讲吼，伊一条丝，甲即项咱即个护膝做较好，而且咧伊有做悬中的。就是讲，伊的骹头腕，咱的大腿即个所在，甲你的骹头腕的所在，甲你的小腿的所在，伊的指法无共款。对。吼，这是厉害哈！所以讲咧，为45公斤甲95公斤拢会穿的，小人哪会遮厉害？啊，你若无分寸笑，因为伊用20%的美国的莱卡纱，这种的莱卡纱嘛是专利的哈。弹性特加。对。伊的弹性春秋真好。是啊，所以讲呢，伊的春秋好，无担紧呢，伊是永久性的。咱这时段啦，穿过讲旧鞋也好啦，吼，还是讲有弹性的物件，拢啊啦惊讲伊会洗久了后呐，洗全啊无退冷，无弹性。我咧讲，这双伊的洗啊，伊的弹性衫哈是永久性的，免惊退冷，安尼有厉害无？吼，好来讲到这哈，今仔日我一家送一箱啊吼，咱一对啦，对，两卡艺术。好来，我来甲唱一对就这陈英杰小姐，陈英杰大姐，陈英杰，好，伊本身呢对这个国语歌、台语歌，包括这客家歌曲，诠释拢相当好。啊，这地是伊的成名曲，来，我即摆演主持啦，唱恁用5字啦，5字台语的。好来哟。你来流浪，他乡要找你，
繁华都市，暗中欢喜。大声叫着你名字，你敢无听见？为怎又拢无消息？爱情。社会予阮时代百里宽变，阮也有找着所在，拢无你。只是心内暗惊你，伤心目屎滴。到底走去倒位？爱情。这首歌曲，安尼为着要找出伊爱情，安尼吼，已经算天涯啊，天涯不知啊看咧。安尼找死找活，拢总找无。自从我宝贵的这个青春肉体，互你甲我操达了后，心全无看人。这首歌叫做什么名？来，这首歌叫做啥名？佮继续互咱观众朋友来摇。老师，你来准备第二首歌曲吼。第二首歌曲呢，同款是5个字咯，吼，5字咯，吼。这首歌我感觉讲，咱观众朋友伊咧摇的中奖率嘛是真悬，甲拄则这首同款哦。来，准备落歌。枉费我真心地待你，无义你变心做一时。什么叫做三面海誓？什么叫做真实的情谊？如今全部被风拆散去。缘分啊，缘分，无情的人，我缘分你，我缘分你，分你分到死。我真心对待你，无义你放我做离去。什么叫做天长地久？什么叫做永远不分离？如今全部被水漂流去。缘分啊，缘分，无情的人，我缘分你，
我愿分你，分你分到死。这首歌曲叫做什么名？其实呢，这个歌词的中间呢，歌词的内面就拢有啊。啊，我即摆依照这个惯例来甲弹一首这个热门的这个音乐了后，就要来甲公布答案。今晚要来公布答案嘛？会来公布答案者来，你讲头一首5个字哦，嘿。大声叫着你名字，你敢无听见？为怎又拢无消息？爱人。来，天涯找爱人。天涯找爱人哦，这正确嘿。来，第二首呢？第二首就是呢，咱字幕面顶内面的分你分到死。准备哦。枉费我真心地爱你，无义你变心做一时。这首歌曲依然是咱做这个宝岛歌王黄西田先生啊，伊的做这个呢成名曲。哎呦，咱拄则吼，伊的成名曲。有一个阿姐啊，伊就足标准，伊讲这吼黄西田的分你分甲死。是啊是啊是啊。啊，我是讲说，老师啊，我毋知影我这首歌是黄西田。流浪到台北。哎呀，我就是伊拢会伊唱较轻快的歌曲。安尼哦。系啊，系啊，我嘛毋知讲有伊嘛有有这种歌。起毛摆，公园里爱又在等你，缓缓多美丽。国语的。系啊。国语的。是啊。这个。哦。你敢毋知下次你即摆58的时阵了，即台湾囡仔唱国语歌呢。安尼哦。较早台湾囡仔伫咧唱国语歌，嘛具有一番这个味道。安尼哦，安尼有味应该袂歹啦。刘总，你准备者啦，我点啦，我点。向前拉拉你的爱哟嘛，我坏东西啊！我是会使甲你点歌袂啦？会啦，咱袂使点。点这首啊，后礼拜唱啊。条件先讲啦，甲你点。对无？啊，我刚才搁做你的会员呢。啊，若讲到这做会员吼，观众朋友，你若要吼，甲唔系安尼讲啦吼。若讲要做咱的会员啦，观众朋友啊，若今仔日这档期是吼最好入手的。安怎讲？嚯，今仔日这档这算特别甲恁做观众朋友甲恁争取的哈。你甲想讲吼，咱特别优惠。尤其是这热天时啊，真正你是足需要。无论你是靠着弄着乌青经费，哇，安尼遮大安尼乌青经费，你只要甲抹者推咧，吼，缩咧。过长工消肿退好。啊，尤其是阿妈讲紧的酸诶，你推的时阵，明仔载你就会活啦吼，甚至吼，咱有当时啊无小心去哭着，安尼，啊，点疼，缩的就好啊哈。卖着。
嘿，那无车无打击接着。哦，这种咱拄则有方言伫咧甲咱讲做吼，这热天时啊，蠓虫真济对无？哦，尤其是迄乌尾啊蠓也好，大只蠓也好，三斑家蚊也好，是你只要来去盯着时阵，拢总上干对无？甚至拢总吼安怎，这拢安尼整会红哦。有的人是了，若歹皮肤的人，佮了落去的时阵吼，遮即个所在一个空水拢总啊烂去，尤其有糖尿病的人对无？来，哦，即罐啦，糖尿病歹皮肤的即罐嘞。啊，这吼只要安尼甲抹咧，吼消肿退红，抹无缩缩咧，阿妈滚筋会硬正硬正。啊，佫有一项足厉害吼，我爱甲咱观众朋友讲，拜六时啊、礼拜时啊，咱是毋是出外要出去行行的对无？爱开车对无？好，你若开车，尤其是食饱了后，佫咧开车，是毋是就想要度过？缩缩咧，嘿，我咧讲哦。下一秒钟，把酒的还给吗？精神翻来啊！安全就是这么厉害。来，进一段广告时间，谢谢。今仔日吼，要甲咱观众朋友讲的，就是我进前拢国送的，送你即个倒手芳的万用霜万用霜啦。这项物件真正是万用的哈，无论是烤着、弄着吼、乌青啦吼，啊，倒位伫咧艰苦、伫咧抽、伫咧疼，你都甲现抹，我咧讲现舒缓。包括讲即马热天来的时阵，吼，蠓虫咬伤这吼安尼，咬甲咧一包一包啊，哦，就是我定定，我就爱种花啊，爱。这个花咯，若花园一定足侪蠓的对无？好，啊若安尼吼，蠓虫咬伤的时阵，我咧讲吼，现抹啊，差不多吼，观众朋友大概算起来差20秒啦，20秒尔吼，伊就凉凉，啊，就舒缓啦，袂阁正开哦。啊，若伊用若进前无抹这吼，无抹即罐落去的时阵，啊，就上啊，就了啊。啊，咱在时代歹皮肤的人，哪会堪要了？迄有当时啊了甲流血流水啊呢？来倒手芳，其实吼。这个倒手芳就是咱厝前后壁拢看会到安怎一种草本植物哦。咱一寡老辈，咱跩长辈就知影讲，倒手芳，阮兜厝前都有种啊。迄以前若囡仔讲号做吼，这是以前咱一寡老辈吼留落来个吼，伊讲号做以前囡仔若咧发烧的时阵吼，啊伊就安尼甲静静的倒手芳板来甲静静甲灌者哦，甚至呢。哦，有诶安尼靠着弄着，安尼甲静静的了，甲敷落去，就马上改善啦。对，然后伫咧整的时阵，哦，迄讲倒手芳啊，挽开的时阵吼，真正啊无好啉啦，无好食。但是呢，你若讲若后伫咧发炎的时阵啦，吼啊，进前无药啊，半暝的时阵要安怎？迄就拢倒手芳挽啦。啊，即摆我来讲吼，观众朋友啊，咱拢总用生物科技安怎甲萃取，用这一罐了后。即内底成分，我咧讲吼，满的成分哈，安尼你去甲看是倒咧艰苦，倒位甲推，倒位甲抹，啊会使讲我送超过3000罐有啊啦吼，哦真济时代已经有摕到啊对无？包括讲阮咧花旦啊、朱大哥啊、朱大嫂讲，哦芳玲啊，伊进前吼，若个咧艰苦，伫咧推、伫咧疼、伫咧抽、伫咧疼的时阵吼，拢安尼哦，摕迄一罐足大罐的安推无效。咱这现抹讲安尼很轻松啦，就是足济咱这阿姐讲做，啊无你个买啦吼。来观众朋友，恁注意听，恁进前有摕到咱这倒手芳万用霜的人，恁注意听哦吼。咱这一罐市面上人有伫咧卖，这是880块，880块。今仔日观众朋友当然要买的时阵，我有特别甲公司争取，吼，甲争取哈。用上界优惠的价格，互咱观众朋友，要互咱观众朋友呢，摕到的时阵，啊无嘛，我甲人分享，都方面咧讲的物件，真正遮尔好，对无？人啊厝边隔壁，也是讲咱的吼，时势转来的时阵，都有这种需求的，你做你好用。这大人囡仔，包括孕妇都可以用哦。真济若讲吼，会疼会麻啦，你要个推的，有一寡孕妇你就爱怎啦避开了。咱这是上界纯天然的哦。包括幼婴仔拢会使抹的哈，来，这一罐880块，我今仔甲恁争取，互咱观众朋友一个组合，莫讲买一罐啦吼，有当时楼顶楼骹，这就家庭必备的哈。今仔甲咱注文一届2罐
2罐优惠，2罐偌济啊？1000，安尼1700几块呢？哦，1760块对无？我今仔要优惠哦，咱观众朋友你注意听哦，2罐哦，甲咱摕1200块就好，优惠价格哦，咱即摆今仔优惠哦。1罐都800多1600啊，2罐啊1760块哈。今仔特别甲咱观众朋友吼，特别甲恁观众朋友争取2罐1200块，无大紧。时代讲的做放任啦，即种的真正的人会当吼家庭必备的会救人。真正讲的，你若是吼安尼都常常不舒服，有的时代我来讲吼。伊讲啊，我着艰苦，我伫咧手伫咧疼的时阵，我会搭贴布、搭药布啦。有的时段无批你啊，药布伫咧搭的时阵，药布无问题，是安怎？伊的贴布有当时啊搭落的时阵，较够安怎？较够过敏啦，甚至讲吼啊袂堪要搭的这啊，你着爱个推的啊哈。来，今仔你电话卡通的时阵哦，我们在家嘛，我们只有这一档而已哈，因为这一档期是应观众朋友要求的哈。无，阮这本地是国送的尔，无伫咧卖哦吼。来，电话卡通的时阵，佮加送你1罐，一届3罐，甲摕倒转去啊，3罐哦，3罐哦，今仔是买2罐，1720块，邮台计小12块，无大紧。我今仔日佮再邮台加1罐，互咱观众朋友，安尼3大罐偌济啊？1200块，来电话即马开始，互咱在观众朋友来卡哈，0800815181，0800815181，咱这时代你若进前有甲我提过，互恁家己开讲就好啊哈，莫讲放任伫咧，家己咧学咯。四季通用，四季拢通用，吼，迄真正是安尼吼，很艰苦、很抹、很推、很轻松啦。啊，即我来讲，这包括讲哦，这吼，这倒手芳啊。这伫中药书内底，这大罐装的，大罐装的。这定期吼，1罐的时阵拢12块。喂，你好。吼，啊，邮台800。喂，啊，你3罐的2400啊。哦，要倒手芳吼。哦。啊，2000结果。好，我下台了嘿。好，谢谢你，谢谢，感谢。你用掉的时阵，喂，你好，文川大哥。你绝对做。来啊，文川嫂。你要一组吼？一组。好，我下台哈。来。12啊，12哦嘿，3罐。3罐12哈。来哦。徐妈妈，我要搁买1组。买1组，徐妈妈，你进前互我给送的对无？啊，好用无？有够好用，我像我送啊，啊，毋过啊，要价吼，安尼甲我话就好啊。对，来3罐1组。好，我甲你写开，来。5000斤货。0800815181，0800815181。咱即罐吼，甚至咱观众朋友，如果你若是讲进前啊，拢去互人咧推啊，去互人喺国术馆伫咧推的时阵，你会使摕即罐叫甲你推哦吼。喂，你好。喂，光明，我要1组啦。好，我下开哈。来，老师到家电话啊，保主姐。喂，1组吼。我1组诶。好，我下开啊嘿，好，谢谢，感谢。喂，新朋友你好。喂，买1组吼。1组。好，下开啊嘿，好，谢谢。哦，啊，你知影主机哈？我知，唔知，等下甲你回电话哈。好，谢谢。喂哦，秋香大哥呀哦。喂。哦，秋香姐了哈。咱叫大哥，咱叫大姐。好，大姐你好，1组嘿，好，谢谢哈。我1组哈。好，谢谢。来哦，环志大姐。我买1组。哦，我下开啊嘿，好，我下开哈，谢谢。来，我咧讲吼，观众朋友，这组真正是应咱观众朋友要求的啊吼。今仔日这一组只有这档期，我咧讲吼，1罐，伊这内底有标价880块，我2罐卖你12块，今仔电话卡通佮加送你1罐哈。好，谢谢。喂，文东哥哥。喂。文东哥哥。买1罐吼，买1组吼。啊，好用无来？你讲看卖咧。袂歹用，做好用。好用对无？对啦。啊，你时阵拢安怎用？是靠着。我无嘛，就你讲无啊，要搁1罐呢。好，要200罐呢。好啦，吼，好，谢谢哈。来，碧珠姐你好。嘿。碧珠姐啊，来哦。摕1组吼，好，谢谢哈，我下台好，来岳凤艳玉姐，你还会记吼？我要买1组来，好来，我下台哦，嘿，谢谢你，谢谢。来，观众朋友哈，今仔日我们特别开这一档期，这档期就是真济时代进前客差，我讲去要到3000罐的时阵，我送你大家用到有够
用到吼歹势个讲啊啦，因为我都送一转尔，一届就送超3000罐出去，所以讲咱真侪时段用好要甲咱啊，想要甲我买，所以讲我特别甲公司争取这一档，用最优惠的价格给咱观众朋友哦。所以讲观众朋友今仔买。今仔买到的时阵，真正是买，人一罐就是800，这内底都有写哈，但这有标价伫咧880哈。今仔买2罐12块，我搁加送你一罐哈，吼，谢谢你们啦，嘿，来金雄大哥，要倒手香吼，好，谢谢你啊吼，好，感谢，谢谢。哇！我咧讲吼，拢总满线。观众朋友，热天时啊，你就会去想到啊，想到方玲咧讲的这组啊嘛吼，大家学落的，吼，你只要来用到了，我讲你不能家里，我咧甲你讲，这万能的啊，吼，你无论是烤着、弄着，而且烟火，甚至你都甲你讲话，吼，即马网糖一个高，足高的啦，你都要甲收收咧，收收咧哈，尤其是你家里无哦。无咧买无去买着防蚊液啊！人即摆少年咧拢会知影讲出外时阵，囡仔拢会甲喷对无吼？来，即马毋免，你若讲吼，这安尼会当当做防蚊液吼。你爱记得哦，手扫扫了后，头毛拔拔咧啊，阿妈滚这个所在扫扫咧吼，再小可扫，安尼就可以了吼。好来，老师，你来安排一首歌曲。我是家尊人，家尊来哦，好，老师准备者哈。阿芳，你来线卡，甲恁斗接，我讲真正是拢总我线啦哈。来哦，丽花姐要一组哟。我这一摆后接几。我咧讲哦，阿姐，你捌用过无？这讲做千捌用过，你等我听哈。来，阿姐你用过，啊，敢不敢有赞无？袂歹哈，好来，大家学落，你看，迄若买过，大家学落的哈。啊，我会写开哦，嘿，好，哈。嘿，啊对啦，好，明仔载甲你寄，今明仔载互你到啦，吼，应该是明天。OK， 谢谢你，谢谢，来，天厝大哥，嘿，天厝大哥你好。好。好来。会啊，嘿，你查甫。哦，这件会考到弄到吼，也做这杜松飞松，也网糖假松，来，老师你唱歌就好哦，13线甲接落去哦，嘿，谢谢。
下即摆很主持咧，先来甲邀一个奖咧，就个继续来甲唱来。来，咱拄则呢有邀歌的观众朋友拢总伫即内底吼，方玲来邀出一位哦吼，咱夫妻第5代的故事哈。大哥，来恭喜你哦，陈和顺大哥！甲走落去。好，谢谢，恭喜到咱的陈和顺大哥哈！你哎呀，恭喜你啦哈！来，咱观众朋友吼，小待落节目了，工人甲方玲赶快伫线卡继续甲恁做服务吼。我们这一档期特别甲咱观众朋友争取的吼，互你吼楼顶楼骹，甚至呢车底啦。包内底啦吼，甚至还佫会当甲人分享哈，真正是万能的，是足好用的吼。好来，电话继续恁卡，谢谢。春呀那离开，春暖的口，老着马茫茫，春烟呀。希望你平安才会人在一回，老路来，老路老路，纯情的目屎，可是你在想，为何是相会？我的运命。叫春人，红色的电话，踮在船顶时，怀念的过去，也写情回来。今夜要离开，才会啦，再一回。吹落来，吹落，可怜的花蕊，可爱的你的镜头，你变的hình呀。谢谢感谢，我是叫春人。